兄弟平安。这时，请咱先将手机关机，咱要进入现在起的新春庆谢礼拜。着对上主唱新的歌，全地拢着对上主唱歌，着对上主唱歌称赞伊的名，着日日宣布伊拯救的好消息，着对万国宣扬伊的荣耀，着对万民讲起伊伟大的作为。因为上主至大，应该受极大的称赞。这是咱来吟圣诗435首。带咱大家来吟诗，圣诗435首，请起立吟全首。
咱由阮徛着用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信仰告别来告别咱的信仰。阮信上帝，创造统治人甲万物的独一真神，伊是历史甲世界的主，施行审判甲拯救。伊的囝对圣神流胎，对十色女玛利亚出世做人，做咱的兄弟，就是人类的救主耶稣基督。对伊的受苦、定死、地死、复活，显明上帝仁爱甲公义，互咱甲上帝和好。伊的神就是圣神，站伫咱中间，赏赐快乐，互阮伫万百姓中做见证，直到主过来。阮是圣经是上帝所启示的，记载伊的救赎，做阮信仰甲生活的准则。阮是教会是上帝百姓的团体。受调来宣扬耶稣基督的拯救，令爱使者是普世，搁存伫本地，认同所有的自民，通过听甲受苦，来成做毋茫的记号。阮信人对上帝恩典来悔改，做得赦免，并虔诚仁爱甲献身的生活。归荣光上帝，阮是上帝，互人有尊严、才能以及用土，来有份伫伊的创造，有责任甲伊三角管理世界。对安尼，人有社会、政治甲经济制度，也有文艺、科学，搁有追求真神的心，总是人有做。互用这分数，好来判断甲上帝关系，所以人就倚靠耶稣基督的救恩，伊要互人对罪恶中得到讨白，互受罪得到自由平等，伫基督成做新创造的人，互世界成做伊的国，充满公义、平安甲欢喜。阿们。这时，咱来启用启文30篇，启文30篇就是诗篇121篇。伫个圣诗的后面，显着我来启，也这来引。我抬头看山，我的帮赞对叨位来？我的帮赞对上主来。伊是创造天地的主宰，伊袂互你绊倒。伊的保护者袂遁民，以色列的保护者袂拄民，嘛袂困去。上主是你的保护者，伊伫你的手边，地保守你。日是日头袂伤你，年是月嘛袂害你。上主会救你脱离逐款灾难。伊会保守你的性命。你出你入，上主会保护你。对，即时直到永远。这是咱额头同心来祈祷。主爱天父，愿感谢你，学了你，你有怜悯，有恩典，无快快受气，阁有丰盛的慈爱。你无照阮的罪过款待阮，也无照阮的罪恶报应阮。因为天离开地遐尼悬，
你的慈爱对敬畏你的人也是遐尼大。你知影阮的体质，少年阮是土粉，风一吹就无去。你悠然听阮到底，阮感谢你，主上帝。过去的一年，阮做了真侪代志，无应当，无应使。但阮安静来想，恳求圣神来提示阮。伫个每一日，我有看你爱阮看的代志无？伫个每一日，我有讲你爱我讲的话无？伫个每一日，我有想你爱阮想的代志无？伫个每一日，我有做你爱我做的代志吗？恳求圣神充满阮，有反省的能力，看别人的优点，彼此相听，互相包容，诚做基体。伫即个世代，为主做光做盐，来荣光主上帝。只是求主也陪伴阮的心，听牧师要甲阮分享的话，互阮记条嘛行会出来。愿安尼感谢恳求祈祷，奉救主耶稣的圣尊名，阿门。这是咱来共听上帝的话。伫个哈该书第2章第1节到第9节，哈该书第2章第1节到第9节。7月2日，上主通过先知哈该传话讲：那你着甲撒拉铁的囝犹大省长所罗巴伯，甲约沙达的囝大祭司耶稣亚，以及所剩的人民讲：恁遮耶和华地的人，什么人捌看到这个殿古早的荣光？现在看到的是什么款？伫恁的目睭前，皆毋是什么拢无。上主讲：所罗巴伯着坚强，约沙达的囝大祭司耶稣亚着坚强。上主讲：所有住伫即块地的人民着坚强。上主万军的统帅佫讲：着做工，我甲恁同在。这是根据恁出埃及的时，我互恁的应允。我继续甲恁同在，毋免惊。上主万军的统帅安尼讲，佫无偌久，我要过一遍，互天、地、海甲大地拢摇转。上主万军的统帅安尼讲，我要互万国摇转，互万国的财宝运来遮，互即个殿充满荣光。上主万军的统帅讲：阮是我的，金嘛是我的。上主万军的统帅佫讲：新起的殿的荣光，袂超过早前的殿的荣光。伫即个所在，我要守护和平繁荣。上主万军的统帅安尼宣布。我佫用和合本佫念一遍。7月21日。耶和华的话借哈该先知传讲说：“你要晓谕撒拉铁的儿子犹大省长所罗巴伯、约沙达的儿子约书亚大祭司和所有幸存的百姓说：你们中间存留的，有谁见过这殿从前的荣耀呢？现在你们看如何？在你们眼中，岂不是如同无有吗？所罗巴伯啊，现在你当刚强。”这是耶和华说的。约沙达的儿子约书亚大祭司啊，你当刚强。这是耶和华说的。这地的百姓啊，你们都当刚强做工，因为我与你们同在。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这是照着你们出埃及时我与你们立约的话。我的灵仍要住在你们中间，你们不必惧怕。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过些日子，我必再一次震动天地、沧海与干地，我必震动万国，万国的珍宝都必运来，我就使这殿充满荣耀。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银子是我的，金子也是我的，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这后来的殿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在这地方我必赐平安，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以上
这是学咱们请教会诗班来学了，因为伊的诗歌是喜乐的心充满伫我的歌声。愿这水的歌声，用个达到上帝遐，互上帝欢喜。只是咱要请牧师来甲咱分享，伊主题是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来为咱主内兄弟姊妹大家新年恭喜！新春的第一个主日拄好是咱搁拄好是正月初一，互咱会通同齐来领受上帝伫咧新的一年所要赏赐互咱
迄个丰盛稳定甲性命啊，咱也伫这中间会通安尼一寡久安尼无见过的兄弟，咱会通搁伫遮搁一摆来见面啊，伫遮安尼来互相招呼啊，这是一件真水的代志。啊，愿主啊丰盛稳定啊，施落伫咱所有众兄弟顶面，以及伫咧网络顶面的遮的兄弟。啊，咱犹原共款也有受到一寡疫情的影响，所以咱的兄弟内面有人啊确诊无法度啊，所以就应该啊，就爱需要伫咧厝的啊，甲咱伫咧线顶啊，甲咱同齐做礼拜啊，也愿主诶迄个医治甲固守保守着因，互因会通紧紧来安尼得到恢复。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我满心感谢你，伫主你丰盛的稳定，甲你的慈悲怜悯，主你互阮经过一年啊，安尼有一寡风波的一年。虽然阮有经历风波，但是阮感谢主，你带领阮拢会通平安来得到安尼真顺利来经过，也互阮透过阮所经历到遮个，不管是啊，伫咧困境、风波、逆境等等遮个事啊，拢要成做阮安尼生命成长的养分。那阮伫新的一年，也要搁一摆来主你来仰望，愿你圣神亲自来带领阮、引带阮，互阮会晓伫搁较够谦卑啊，来弃权，互主你伫阮的生命内面掌权，互阮的生命会通。安尼日日拢会通高举主你的名，互主你的名得到应得的荣光。愿搁一摆将阮今仔日的敬拜也恭敬交托伫你，愿你感动阮今仔日的礼拜，也施恩赐福伫阮众人的顶面。安尼恳求祈祷，靠主所祈祷圣名，免。啊，今仔日咱的即个经文啊，是续接咱伫咧顶礼拜。啊，即个合解书第1章的即个记载，也就是先知合解啊，伫咧即个大流士啊第2年的时阵，也就是伫咧主前啊520年的时阵，啊，伫咧迄个时阵啊的6月初1，先知伫迄个所在伫遐来呼吁啊，遮个啊村落来啊对受掠转来到伫即个犹太地。遮个犹太渔民吼，遮个村落来百姓啊，爱因来恢复重建即个圣殿啊，所以因伫咧啊6月24的时阵啊，就伫咧中间啊，就来开始为着万军的耶和华因的上帝殿来伫遐来做工。伫咧即个工程开始复工啊，安尼差不多要较无到1个月。将近要1个月，也就是7月初1的时阵，啊，合解搁一摆来对啊耶和华得到新的迄个信息。迄一日啊，拄好是伫咧啊因犹太的即个住棚节的最后一日。规个迄个7月份啊，是即个会讲讲是规个迄个节庆的迄个月份啊，袂通好做任何的代志。所以，即个圣殿的即个重建，也因为安尼啊有受到影响，因为袂通做任何的工，所以迄个进度就安尼来延缓。伫咧即个7月份啊，除了例行的即个安息日以外，啊，因为包括着初1的即个吹角节，初10的即个赎罪日，甲着15的即个住棚节，啊，即个15的住棚节是住棚节的开始，21是住棚节最后一天。所以伫咧迄天，伫咧迄个时阵，啊，住棚节开始，啊，7月15开始，大家人拢着爱离开因家己的厝，伫咧即个树枝、树啊，吼，安尼做迄个大的迄个寮啊，吼，内面伫遐住一礼拜。为着要创啥物货？为着要纪念因出埃及啊，以色列人因出埃及啊，以及啊因后来伫咧即个旷野伫遐漂流的迄个日子。
这个节期也就是嘛是因伫咧庆祝修成的迄个时期，所以每一年的即个时刻，拢是伫遐咧来彰显着上帝迄个伊的信息、伊的应允的安尼一个机会。所以咱会通伫咧迄个中间，咱会通看见，伫咧即个安尼公众的即个节期所有的遮个百姓拢爱安尼聚集来到伫即个城里，因伫迄个中间伫遐来参加即个节期，就那亲像咱今仔日咱咧过一个新的年共款。伫咧安尼一个机会内面会通讲。咱会通想象讲，安尼咱会通想象就是遐个参加即届因的即个伫咧咱像即个庆祝的即个节期的遮个每一个人因安尼一定有真侪人，因会去到，因为因去到伫即个耶路撒冷的所在，所以因就伫咧一定会去到伫即个圣殿的即个区域迄个所在，要去遐看讲重建了恢复。的工作到底做了啥物款？即届即个重建圣殿的即个重建，既然已经安尼，咱讲几经波折吼，安尼才会通进行。搁6月24开始施工，7月就拄着开始因的即个节期开始，所以咱想象讲，实际上的迄个进度事实上是真慢的，所以自从安尼即个工程开始，安尼一直安尼将近要到一个月，不但经过祝棚节，搁伫遐经过着节期内面的赎罪日，甲着迄个安尼因的即个吹角节。那对伫工作的即个观点来看，即一个月进度认真讲根本就是无进度会通讲是。一复工就搁停工。面对着即个工程进展安尼非常有限即个时阵去到伫即个圣殿的即个地区伫遐咧看的人会互因会感觉安尼迄种消极也是讲负面的迄个本性会安尼来暴露出来。检采伫咱的今仔日的经段内面，嘛有去讲到讲一寡遮的迄落，咱讲叫做啥遐个以及所村的人，啥物叫做所村的人？所村的人就是遮的人，可能因至少拢应该是超过80岁的一寡人，因经历着过去以早伫咧即个第一圣殿抑搁伫地的时阵。因就已经有看到迄个原地本地迄个圣殿，但因经过70年的即个狩猎，但因即马转来到伫耶路撒冷即个所在，因去伫迄个所在，因去看到即马迄个圣殿的迄个残破，因实际上已经因真熟悉迄个过去迄个繁荣，也是一个真美丽、咱讲华丽的即个圣殿。即个时阵，因看到即马迄个残破的圣殿，因会安怎来想？因检采会伫迄个中间讲因到底咧做啥物货？这甲所罗门所起的迄个圣殿、迄个旧的圣殿来比，根本就袂比哩，因为抑阁是共款，抑阁是残破不堪。因会开始去想到过去的迄个安尼真美丽的迄个圣殿的迄个情景。当因安尼伫迄个宫中间，若开始伫遐咧安尼嫌东嫌西的时阵，自然会互迄个伫咧伫咧群众内面遐少年的一辈来产生了挫败感，因为因嘛是伫遐真认真伫遐咧做，只不过是因即马因拄着即个对吹角节开始的即个整个节期，所以因递到因爱停工。伫咧即款的即个情形的下面，遐原地本地反对中建，将中建摆伫咧第一位的遮个人，因检采因会伫遐真得意洋洋，伫遐来安尼对遐个人讲，安尼莫开始
安尼即项工程，敢无安尼比迄个制造即种偷工减料的即个建筑物较好？安尼嘛？这是对到伫咧迄个时阵，有可能伫咧咱今仔的经段内面所看见的迄个情形，迄个情形就是因伫咧遐遮个安尼所出来的人，因所讲的话，讲恁遮个妖活地人，什么人捌看过着即个电古早的阳光？因伫迄个中间开始伫遐来伫遐比较。过去咱的教会咱的礼拜堂的计划要重建咱嘛超过安尼会通讲20年，结果就是啥物事嘛拢无看见，只有干那留落规张的即个草案的即个说明稿。为什么会安尼？检测有人会感觉讲即个有人会感觉讲搁较安怎起，嘛袂比咱即马所起的较好。是讲有人感觉讲起礼拜堂爱开足侪钱的，咱敢有钱？是讲即个咱凭啥物话要来重建礼拜堂？重建礼拜堂的时也袂到，单纯安尼欠钱欠较济咧，咱才来起。嘛有可能认为讲即个安尼遮个规划无我所想象的遐尔好，所以伊无认同迄个规划者所规划的。刚才有人会认为讲这是牧师想要建堂。若是有人安尼想，迄是伊对安尼做一个安尼牧者迄个了解太无了解了。咱拢想象牧师也未来到伫即个咱南洋教会进前，我着甲牧师娘讲，咱后岁以后若要去的教会毋好找建堂的。若毋是因为咱大家人领受即个建堂的意向，倒一个牧师食饱遐闲，想要来建堂？建堂是我尔啊伤脑筋的代志。佮毋是干那建堂，着爱搁去募款，佮安尼一大堆的代志伫咧遐等。牧师已经伫咧顶一间的教会，早就已经建堂过啊，所以拢知咧。所以无一个牧师想要建堂。不管是啥物款的因素，减会人亲像讲，迄个咱拢想象讲，咱那亲像当初是遐狩猎安尼转来，伫遐重建圣殿的遮犹太的遮村落来百姓共款，因伫遐开始伫遐想着过去迄个咱即个礼拜堂原底本地迄个咱讲迄个美丽，反对将即个建堂来放伫咧第一位，只是干那互遮个少年的一代不断来产生了迄个挫败感。而且嘛有可能有人会伫遐得意洋洋讲，你看互我讲着因根本就无能力重建礼拜堂。但是安尼，这敢真正是上帝的心意吗？今仔日咱伫咱过去，咱透过着问卷，咱来了解着大家人对伫礼拜堂重建的即款的迄个意向，迄个中间敢无真正无有上帝的心意？若真正伫迄个中间，安尼上帝意爱咱来重建伊的圣殿，无期待即个礼拜堂继续伫遐安尼破破烂烂，安尼咱就应该爱怎样做？伫咧即款安尼的即个情形下面，咱会通想象讲，即个先知学界伊搁一届来遇着即个政府官员，甲着遮个大祭司，甲着所有遮个组织的遮个群众，伊伫遐来对因来伫遐讲话。伊有注意到遐个细念伫遐做遮个不满的遮个迄落情绪的一寡遮个百姓，但是伊要将遮个负面的迄款的情绪来
变成做伊伫咧即届伊所要讲的迄个中间，迄个支持伊的即个积极的迄个语句。就算讲是有迄个百般的即个批评，甚至伊伫咧即个中间，伫遐甲因讲起因必须要鼓起迄个，咱讲因对安尼讲，迄个鼓起勇气来继续即个即个工程。伫咧即个所在，上帝对伫遮个迄个官员、甲着大祭司、甲百姓，讲起着3届的东港墙。台语讲着坚强。伊分别着即个犹大省长，甲着即个大祭司，甲着百姓，爱因伫遐来刚强，伫遐来做工，表示上帝呼吁全体即个转来回归的即个犹太渔民因着刚强，因为上帝要照着伊的信息，伊过去怎样甲着即个以色列百姓伫遐立约。但伊犹原要甲因来伫遐来同在，伊伫咧即个所在，伊伫遐讲起就讲，我继续要甲恁同在。如今上帝犹原要甲因同在，主的神犹原要甲因同在，爱因无伫咧中间，毋免惊。线接伫咱今日经文内面，万军的耶和华伊安怎讲？伊讲阁无偌久，我要阁一遍来安尼，互天地海甲大地摇转。伊阁讲我要互万国摇转，互万国的财宝运来遮，互即个殿充满阳光。伊伫迄个中间讲起着迄个阁无偌久，伫咧即个未来某一个时间点，即个上帝伊用着2遍讲迄个。华语讲叫做震动，台语讲摇转，即个意思。伫迄中间，这到底是咧形容什么款的代志？是咧指着地动吗？我想应该毋是。我想应该搁较伊是咧形容着上帝，伊伫迄中间，伊要来做一件惊天动地的新事。检采这也是先知伫迄中间伫遐来暗示，要有一日犹太人要搁一届来重新来得到强盛，亲像大卫甲所罗门的迄个时代共款，伊要安尼将其他国家的这个财宝安尼源源不断安尼来流入去因的国家。现在即个伫咧建造中的即个圣殿，有一日要比以前的搁较美丽，搁较阳光。所以咱想象讲，伫咧即个所在搁过来就是安尼，伫咧因的目睭前，即个重建的即个重建圣殿的即个工课，检采有人以为讲先知已经真清楚。无可能甲亲像即个所罗门所建造的即个圣殿迄款安尼的迄个华丽，因为时代咧转变，即个时阵因以色列因是敢若咱讲被掳归回，所以因无有啥物款的钱，因也无有啥物款的即个安尼材料，所以。如今因敢若会用做因会用做的代志，但是先知确实伫咧即个所在看到一个更较远，迄个将来迄个新的世界。虽然将来如何现在咱毋知影，爱看检采爱看咱现今的即个世代的即个情形来拟定。如果现在即个但是一件真要紧的，就是如果现在即马即个圣殿继续伫迄个所在搁置，伫迄个所在伫遐来荒凉，将来圣殿也袂有阳光啊！因为迄个荒废的即个圣殿的迄个，就那亲像象征、象征着即个咱讲趴远的即个人民，即个百姓，只有当人民信心恢复，才有法度，互迄个大规模、迄个世界性的迄款的迄个复兴来安尼，迄个可能性。
所以伫咧第9节内面，咱会通看见，就是伫即个所在，就算讲咱现今安尼无真，安尼无无明，犹原先知哈该伊看见着迄个尾后的迄个情景，伫咧迄个真美丽的迄个圣殿中，包括有外邦人伫迄中间参与的，伫咧迄个中间，因为万国要将着因遮的财宝来搬来到伫即个上帝圣殿，所以弟兄兄弟，南洋教会众兄弟姊妹着刚强，咱着刚强为主来做工。面对过去咱检采有做遮的冷嘲热讽，检采咱因为一寡的代志，致使到咱停下咱服侍的手，至到主的教会无搁再有荣光。但是主耶稣伊是信实的，伊怎样？伊安怎对咱应允安怎讲？伊讲：我袂放恁做孤儿，我会搁倒转来恁遮。主的神犹原要甲咱同在，爱咱毋免惊。当伊伫遐，伊安尼树落迄个安尼建长的异象伫咱的中间的时阵，伊已经将着迄个伊就已经开始，咱讲伊就已经开始调动，调动所有万有来为着伊的教会，为着伊的圣殿伫遐来效力。所以伊要搁做一摆来伫遐来安尼讲安尼摇拽，伊要搁一摆来安尼，互迄个天地海甲大地摇拽，伊要互万国摇拽，要互万国的财宝运来遮。但是咱上重要是啥物货？是咱需要，咱爱尽咱应该爱尽的本分。咱毋是啥物货拢无做。咱所需要就是照着第1章内面所讲去，哈该书第1章内面所讲去，咱就应该爬山来去取这个木料，来预备咱家己。也就是咱需要的是搁较侪来伫遐顺服主伊的带领。咱毋是伫遐凊彩伫遐来爬去山顶来取木料，咱是安尼是照着主所意爱。咱活出主所爱，咱活出来，互咱的迄个规个性命是一个堪得，安尼主欢喜来踮伫咱的心内，正伫咧咱的心内伫遐来，安尼伫咱的心内心灵的殿，咱伫遐，因为咱顺服主的带领，咱确实主伊的确要甲咱同在，因为伊伫咧中间，伊要为着伊家己的名。来伫遐来大发热心，亲像以西结书内面所讲去，伊要尽力维护伊的性命。所以，因为伊袂安尼，互伊家己的殿院来伫遐来继续来伫遐荒废。所以，弟兄姊，毋管是咱的即个心灵的即个殿宇，是主的礼拜堂，如果咱现在继续伫遐搁置，继续伫遐荒凉，安尼咱个人是主的教会是袂有任何荣光。佫是讲咱犹原佫继续停留伫咧咱过去的迄个荣光。这若是咱若确实犹原佫继续停留伫咧过去迄款安尼荣光的迄款的心态，见讲拢讲过去。我要讲，这是一个开祖产、败家的作为。因为咱应该是爱一代比一代较好，咱毋是干那见讲就讲过去，因为安尼是无荣光的。因为咱若见讲讲过去，表示咱即马无荣光啊。所以咱甲人讲过去的荣光来讲咱即马，因为咱无真实的信靠咱的主，咱伫所做真侪代志顶面，咱只有干那倚靠咱家己，直到咱无荣光。求主帮助咱，互咱
愿意，咱只有干那愿意伫迄中间，咱欢喜来谦卑，来弃权，互主耶稣伫咱的生命内面来掌权，伫咱的生命内面来掌权作王。因为有主伊甲咱同在，伫咧圣神的引出内面，互咱的信仰会通搁一摆来得到坚定，咱的信心来真正得到真正的迄个恢复。安尼，咱个人咱的主的教会，甲着上帝的国度。才有机会来得到复兴。所以愿咱真正咱会通真实来伫遐来谦卑，来伫遐弃权，互主伫咱的生命内面真实来掌权。咱伫凡事的顶面，咱拢不断伫遐来操练，不断来，互咱的生命内面拢是伫逐项代志顶面看主所爱看的，听主所爱听的，想主所爱想的，讲主所爱讲的，行主所爱行的。当咱安尼行的时阵，咱就要看见咱个人，咱安尼迄个后来迄个阳光，要大过进前的阳光。搁主的教会，即个后来的殿的阳光，也要大过进前的即个早前的即个殿的阳光。所以求主帮助咱透过今仔日咱即段经文，搁一摆来唤起咱所有正兄姐。咱需要好好来定心，咱毋是干那为着即个教会建堂的即个事工安尼拿定，搁较要紧的是咱的心灵的迄个殿堂，咱有真正欢喜来将咱心灵的迄个殿堂建造搁较好势，无有任何的破隙，互主伊欢喜来踮伫咱的心内。当主伊踮伫咱的心内时阵，你用想象讲今仔日。咱就无搁再是迄个软脚下基督徒，因为主伊踮伫咱的心内，所有遮个咱所拄着的遮个安尼讲，不管是灾难也好，逆境也好，以及所有一切遮个困难的代志，因为主伫咱的中间，伊要引带咱安尼讲跨越咱生命内面的遮个难处，不管遮个困境，遮个迄落艰难的事，就无搁再诚做艰难的事。伊要诚做咱的生命的祝福，互咱会通安尼伫主的引带内面、圣神的带领内面，咱会通安尼哪来哪看到每一项代志的时阵，咱无搁再伫迄个中间，咱干那看见着迄个困境、迄个难处，乃是咱每一遍。经过一个困难的时阵，咱所看见的是，即个后壁有一个未来更较大的祝福伫咱的顶面。所以求主帮助咱，互咱无搁再安尼陷落伫咧迄个困境的内面，乃是咱欢喜。每一摆看见困境，咱就伫迄个中间，哈利路亚，感谢主，阿罗主，因为迄个后壁有一个更较大的祝福伫咧中间，要临到伫咱，咱同心来祈祷。恩典的主，阮满心感谢你，阮感谢你，因为你无弃杀阮，主你应允要甲阮同在，主你无弃杀阮，互阮诚做鼓励。主你将迄款迄个建造你的殿的迄款的意象来放伫阮的中间，主啊，求主你来激励阮，激起阮。互阮真正会通来着刚强做工。当阮欢喜来回应主你的时阵，主你的神就不断来带领阮、引带阮，互阮来欢喜做主你的工。不管是伫咧教会建堂的事工，也是阮家己个人心灵的中建，以及阮全教会心灵的中建。主你家己亲自伫阮的内面来，安尼带领阮跨越阮生命内面遮个困境、遮个难处，互阮无搁再受到遮个困境来捆绑，乃是阮要因为有主你甲阮相合伫地，有主你的神来带领阮来跨越阮生命内面遮个困境，遮个艰难的事，互阮搁过来，阮每一遍
看见遮个困境的时阵，遮个恶担当的事的时阵，阮要开始来大声唱歌学罗主你，因为当阮不断伫遐来献上阮的敬拜甲学罗的时阵，主你就设立你的宝座伫阮的中间，你要亲自带领阮来跨越阮遮个困境甲遮个恶担当的事，无搁再成做阮性命的窒碍。咱是要成做祝福，咱是要成做助力，伫阮即个性命内面的真重要的即个成长的养分。愿你伫即个新的一年帮助阮，互阮迄个过来所要得到的阳光，要大过过去所得到的阳光，互你的殿所要起造的殿，迄个也要大过进前所起的殿的迄款安尼阳光。愿你的神就安尼照着你的信息甲你的心意，就成就伫你家己的教会，甲伫你所有遮个正百姓的顶面，互阮的性命也不断伫主你带领的下面，阮要看见阮的性命哪来哪有对主你来的阳光，就是阮伫阮的家庭、阮的家庭的生活，以及阮的工作的场所，甲着阮甲人的互动的过程内面，阮要哪来哪活出主你的香味，互侪人看见阮迄个好的行为，就认定阮是军队主你的，就将一切阳光归伫你，互你因为阮行所做来得到应该得到的阳光。愿你听阮恳求的声，也正你的心意伫阮的中间，祈祷靠着所叫做圣名，阿免。这是咱来吟回应诗，圣诗438首，愿礼残也好整旨，请起立吟全首。我最心。
通讯技术，咱这家宝内底有这个红的红包吼，咱会使来使用。慧丽老师有一个朋友叫做玉兰姐哦，伊过年的时摕这个红包盒啊，包红包给慧丽姐，叫伊奉献吼，帮伊奉献。伊甲慧丽姐讲，请你甲这个红包替我奉献，我这个钱是要互上帝食地啦。请起立。阿爸上帝啊，感谢你，互咱有通啊奉献，我所奉献拢是我欢喜甘愿的，求主你我的奉献，安尼祈祷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阿门。这是咱来念读今仔日的金句，伫个第4页，咱做伙来读。上上主主万万军的军的统统帅帅，国讲新起的殿的阳光，未超过早前的殿的阳光。伫即个所在，我要守护和平繁荣。上主万军的统帅安尼宣布，搁一遍。上主万军的统帅，搁讲新起的殿的阳光，未超过早前的殿的阳光。伫即个所在，我要守护和平繁荣。上主万军的统帅安尼宣布。我们再用和合本再念一次。这后来的殿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在这地方我必赐平安。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再一次。这后来的殿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在这地方我必赐平安。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哈该书哈该书第2章第9节。是的，那我们现在来迎新报告。先问有没有新来的朋友？
新奶奶站起来。你会使自我介绍一下无？哦，沈小姐。哦。欢迎。他每一年都会来宜兰走一趟哦。是是，欢迎。今天我请他过来这边，沈佩琪小姐。好，欢迎。这是咱先来看报告。伫咧第5页。第一，本主日是大年初一，祝每一个兄弟新年快乐，愿恁凡事兴盛，身体健康。念华语的好了，正如你们的灵魂兴盛一样。伫礼拜了后，伫咱咧总庭也有交易吼，欢迎兄弟老婆来用这点心，大家会使互相话家常。第二，23甲26，就是初1甲初4，大年初2到5，这个周间呢，我们暂停聚会。第三，28号就是拜六下晡5点半，咱伫小教室遐教育厅遐小教室要召开小会，请小会员备办心来出席。29日就是下主日的第2堂礼拜了后，咱要召开中集会，请中集备办心出席。第四，29号就是后主日，新德中会以马内利教会连阳明牧师为着因教会要建堂来募款，到咱教会来正道请安甲募款。第5，李长老会乐意将信心教授伫1月初8安息主怀，咱定伫2月初4上午10点，伫本会礼拜堂举行告别礼拜。礼拜了后，咱随要去头城第1公墓蒋家的墓园来举行安葬礼拜。愿主的人亲自来安慰遗族。具体消息，咱家己过目。咱搁看第6页，有事项表，就是后周的事项的当工，请大家有备办心。咱看第7页，就是咱的会计报告，咱的奉献。也这咱看了，如果有失误的吼，可以请办公室更正。以上，咱请牧师来介绍。这个1年1度哈考牧师，咱对上对倒手边啦吼，来介绍起吼，来请这个这样讲李长老因的全家族啦吼，李长老甲着吴老师因确诊吼，所以因伫咧线顶做礼拜，恩怡吼义民。哦，还佫有无？怡珍，怡杰，哦，佫一个，哦，佫这边，哦，恩心，哦，咪咪他们哈，好，请坐，过来曹金，曹金他们夫妇，就只有你们2个嘛哈，曹金都伫过年前手受伤哈，好。李明杰，好，家军帮好，慧丽老师，慧丽长老，甲着子堂子佑，来，怡锦兄，甲要邀请伊同齐起来。李小姐。你较歹势啦吼，好，佩瑜，依云，丽淑姐，美儿，气瑜，迄是毋是静辉姐吼？是毋是静辉姐吼？静辉姐因的张家族，
这足久无看到。好，来换冯长老，哎，冯长老，安尼秘密爱搁出来哦。迄个恩心吼，这相平。好，玉田长老，吼，跟玉慧老师，文荣，好，请坐。好，第长老，第长老上。因今仔日透早5:40坐巴士转来吼，坐搬车，迄个真正叫搬山过岭吼，先坐迄个对南口坐公车，啊，坐第一班5:40的公车，啊，再个坐国光转来到伫咱遮，为着要参加咱今仔日的礼拜吼，真甘心。好，迄个任杰啊。丽文，啊个哦，头早无看到。光光吼，好，阿姐，好，嘉贞姐，好，佩姐，吼，恁今仔来三个，好，欢迎。搁有无？芬兰。哦，芬兰。哎，对，芬兰。后来妈妈没有来，没有 ，OK， 好，请坐。好，迄个，黄珠姐，个怡君，迄个叫啥？钟胜，好，请坐。小朋友嘞，伫外口吼，因有两个足水、足古锥的查某囝。好 ，Hello， 陈长明老师、戴双如老师，长明老师因最近才转来所以请咱若有机会会通甲伊安尼多多沟通跟他有一些交易，所以也欢迎长明老师等一下一起留下来，我们在中庭有这个交易的新春交易的时间，好 ，Hello， 银莲姐。来，素明姐，头早文荣迄落有起来无？安硕，安总，文荣还佫徛，文荣还佫徛一届，好，碧如老师哟，对，碧如，个黄明松。跟妈妈来起立，你说好，请坐。来，秀和执事，个头前遮，再个一个，再个一个。好，博宇，丽云，妈妈，伫遐，请坐。好。柳洞念弟兄这位我就真正唔知影。欢迎，刚刚没有介绍，抱歉。能够再一次介绍你自己吗？让我们更多认识你。我叫林建安。林建安。按怎称呼？我是崇英越南的。对，越南人，按名字。崇英，琼瑶的崇。崇英。琼英的琼啊。崇英。是崇英，就是琼瑶的琼。琼瑶的琼，琼英 ，OK， 好，欢迎。好，郭校长。桂枝老师，洪顺兄，恁兜今仔干安尼尔？有伫外口无？无啊，安尼尔，好，玉祥，还有尹真，好，请坐。
迎新，谢谢你考我。我用要破去啊！哦啊，迄个哦校长夫人哦，迄个韩校长夫人因哈，过来哈，静雪林静雪哈，过来迄个正方，啊，迄另外迄位是，不是。哦，静雪的孩子 ，OK， 过来，迄个高崇贤，哦，过来上位，翠儿，对，翠儿姐，来，孟泽、以纯，叫做啥物名去？一耀。伊要个电头毛是毋是啊？是本来就头毛 Q 的。哦好哦，这样子 ，OK， 好，来，Hello， 建明全家，青哦，阿良嘞，哦，小爱哦，好。来顾水的哈，好来，清慧老师前一阵啊吼，迄个胃无爽快吼，迄个叫做啥？胃溃疡吼，嘛继续为伊带倒啦吼，好，丽慧老师，丽慧姐，哦，苏娟姐。那个，迄个，居里夫人，哦，我袂记，再搁一位啊，淑芬伫遮，淑芬，哦，陈文南执事，子祥，子祥执事，陈安、林雅香嘞，伫后壁外口 ，OK， 好来 ，Hello， 家军，Hello， 民芳，哦，阿哥，俊彦，哦，阿哥有啥物人无介绍到的？牧师，有好无啊吼？好，牧师的家庭，两个查某囝嫁出去啊，所以即马干那剩回娘家才看会到安尼吼。好，以上。谢谢牧师，我们为牧师拍一个扑啊，感谢，真够。昨暝拢无困啊，拢一直咧准备。对，我头仔你无看我，佮炸小抄。这是咱同心下头来祈祷。主爱天父，感谢你伫过去的一年，台湾每一天拢伫危险中。阮知影你是你有全能的圣手伫保护，互住伫遮的百姓有平安。愿恳求真理的灵来引带百姓，有智慧分别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消息，互台湾成做一个真正民主、自由的国家。主上帝。阮为着全球的气候的变迁，真侪国家做大水、大地动来台倒，也为着俄乌战争会用早日结束，互受苦的百姓得到安慰甲扶持。求主怜悯，主上帝，阮为着教会每一个团契来台倒，互团契中的每一个人会用彼此相听、相扶持。主啊，教会是一个大家庭。互每一个人拢顺服伫你，谦卑合一，诚做基体，掠耶稣做模范，以圣经做准则，互圣神来引带。生活上，看主你爱阮看的，听主你爱阮听的，想主你爱阮想的，讲主你爱阮讲的，做主你爱阮做的。恳求圣神来帮助阮，互阮哪来哪成成。
用阮的生活甲生命来荣光上帝。愿安尼感谢恳求祈祷，靠救主耶稣的圣尊名求，阿门。这时咱来吟上咏圣诗390首，乌老天父万福本源。吟煞请牧师祝祷。那愿奉主的名来祝福咱所有众兄弟的人生，要亲像阿伯拉罕得到上帝呼召，搁成做迄个祝福的来源。也奉主的名来祝福阮所有众兄弟的婚姻，若亲像以撒共款，因为顺服来有迄个美满的即个家庭。也奉主的名来祝福咱所有众兄弟的事业，要亲像雅各共款，处处来蒙福来安尼时常来献上感谢。也奉主的名来宣告，所有众兄弟的工作要亲像约瑟共款，有上帝的同在，拢一尽顺利。奉主的名来祝福所有众兄弟的家庭。要亲像拿阿共款，全家蒙恩，安尼敬畏上帝。奉主的名来祝福所有众兄弟的生活，要亲像以诺共款，甲上帝同在，无有安尼空虚。奉主的名来祝福所有众兄弟的事业，要亲像大卫共款，合上帝的心意，无有退后。但愿上帝对錫安祝福予恁，愿恁的一生拢看到耶路撒冷的荣光。安尼祝福恳求，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请坐灭道闭会。伫遮顺续也来互咱迄个冯长老吼，甲咱提醒啦。因为咱即摆已经安尼1月特别1月底啊吼，咱教会干事伊的迄个到伫即个4月底吼，所以咱要有招聘新的干事，若有咱有安尼。拄好的兄弟吼，要来做教会干事的，请咱会使来将迄个资料寄互咱的即个执事佩瑜来处理，将资料寄互伊吼，
咱顶回已经有个报送过一遍，下次会搁一届将即个资料来放伫咧即个咱的群组内面吼。咱若有意向，也是有适合的人选，会使来介绍。以上。先把大章打给你。一直放在我身上。都不会丢，都不会丢。我转了160万。哦好。